邁向正義之路。犯罪學及刑事司法榮譽文學士課程。喺呢個信息爆炸、社會關係日益複雜嘅時代，犯罪形式正以前所未有嘅速度演變。從傳統街頭犯罪到網絡金融詐騙，從個體暴力行為到有組織跨國犯罪，維護社會安全同司法公正面臨住前所未有嘅挑戰。犯罪學及刑事司法榮譽文學士課程應運而生，以跨域協同、知行貫通為核心理念，開創性咁構建咗一套融合多學科知識同實務技能嘅人才培養體系，致力於培養能夠應對呢啲複雜挑戰嘅新時代司法人才。創新課程體系打破學科壁壘嘅融合教育。呢一個創新課程徹底突破咗傳統法學教育嘅邊界桎梏，精心設計咗理論築基、技術賦能、倫理規範、政策創制四位一體嘅教學框架。喺呢個體系入面，社會學、心理學、法學同公共政策等學科知識唔係簡單嘅並列堆砌，而係經過精心設計嘅有機融合。學生哋將會運用呢啲跨學科工具，深入解釋犯罪生成嘅複雜邏輯同司法系統嘅運作機制。從執法實踐、司法審判到矯正改造，學生將會透過系統嘅學習，掌握各個環節嘅運作規律同效能評估方法。偵查與證據、審判心理學、矯正與社會復歸、司法倫理學、執法與人權。科技賦能，現代刑事司法嘅必備技能。學校配備咗先進嘅虛擬現實模擬、數字工作站、犯罪現場重建系統等設備。喺呢度，學生可以喺高度仿嘅環境中進行實操訓練，例如喺 VR 模擬嘅犯罪現場收集證據，或者透過大數據分析預測某區域嘅犯罪風險。呢種沉浸式學習體驗大大提升咗教學效果。職業方向着重培養學生喺警務、矯正等實務領域嘅專業能力。課程設置包括刑事偵查技術、危機談判、監獄管理。研究方向則為有志於學術深造嘅學生提供系統嘅科研訓練。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培養學生規範嘅科研能力，學術寫作同發表，或者喺導師指導下開展獨立研究。犯罪學及刑事司法榮譽文學士課程代表住法學教育嘅一次重要革新。佢唔單止傳授知識，更培養咗一種綜合運用多學科方法解決複雜問題嘅能力。唔單止注重專業技能嘅掌握，更強調司法倫理嘅塑造。